面對長期病患，仍然可以有所作為㗎。有機構就選出10大再生勇士，鼓勵大家唔好怕困難，一定要積極面對人生。羅玉文就同呢啲勇士傾過。我請劉色。08年殘奧香港區火炬手嘅劉色，4歲患上小兒麻痹症之後，跑步、跳躍等一般人輕易做到嘅動作，對佢嚟講變成遙不可及。細個係讀普通學校嘅，咁佢哋咧就係嗰陣時就冇話一個運動係俾傷殘人士嘅，咁變咗好多時咧，我啲同學仔上運動堂嘅時候咧，我就只係有得睇冇得參與。佢唔怕困難，憑住對運動嘅熱愛同埋堅持，克服身體障礙，連續7年成為殘奧劍擊項目嘅香港代表。佢認為人生唔應該輕言放棄，仲同大家分享座右銘：寶劍鋒自磨礪出，梅花香自苦寒來。即係寓意你人又好，劍又好，你唔磨，即係玉不琢不成器，即係你一定要琢磨，不斷嘅磨練，你個人先會堅強，把劍先會利嘅。10位得獎嘅再生勇士都患有長期疾病，但深信自強不息，闖出新天。當中包括獲選為10大傑青，喺96年八仙嶺山火之中受傷嘅行仔張潤恒。雖然選舉只係得10位嘅得獎人士，但係背後就係想利用呢10個逆境故事，向大眾宣揚積極人生嘅訊息。亞洲電視記者羅玉文報道。